相信每一位門徒都會認同，信唔可以淨係喺頭腦，要有行動嘅。呢個係合乎聖經，因為雅各書都講到，信心要有行動，先能夠顯明係真實嘅信。但係呢個唔係講緊相信嘅意思，就好似講到健康，如果我哋話多菜少肉，做多啲運動，呢個只係健康嘅生活方式。健康嘅意思可能係指緊我哋身體機能正常運作。咁乜嘢係相信呢？我哋可以從3方面去到了解。第一方面，相信係接納一啲知識成為真相，就好似我哋相信地球圍住太陽公轉。喺約翰福音1章，拿但業一聽咗耶穌咁樣講之後，佢就話接納耶穌係上帝兒子作為一個真相。第二方面係信靠，就好似我哋挨落一埲牆咁樣，我哋相信埲牆唔會倒塌。羅馬書10章14節講到，如果我哋唔係信靠耶穌，靠賴耶穌嘅話，將自己交託俾佢，我哋求佢又有啲咩意思呢？第三方面係忠誠。馬可福音提到耶穌教導人要相信福音，係相信耶穌基督嘅教導，並且忠於呢個教導，將呢個教導成為我哋每一個門徒嘅人生。所以相信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廣闊嘅意思，我哋唔能夠再停留喺相信要有行動嘅層面，要將我哋對相信嘅意思拉闊。我哋預備好接納相信係有信靠意思未啊？去到信靠耶穌，過着信靠耶穌嘅生活，並且我哋都要成為忠誠於耶穌教導嘅門徒，要一齊去到忠心於耶穌所教導嘅人生。